报道。又有急诊室的暴力事件，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昨冲入去中华基督教病院的急诊室，对倒伫病床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姓柯的查甫人攻击，加在互医护人员佮警察压制。被害人是讲因两个人是老朋友咯，无愿意提出告诉。也毋过警方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移送法办。穿着感觉色衫的林姓男子，一日来中华基督教病院急诊室，找到倒伫咧病床顶悬的柯姓男子，无讲半句话，直接向对方的面拍落去，刷落来愈讲愈气，雄雄抽出一支鸡仔，向病患的腹肚扑落去。林男马上叫医护甲自卫警抽开，夺下行凶的鸡仔，压制伫咧涂骹。他忽然抽出一把类似锯齿的刀，就往病人砍下去。好，那所幸没有造成病人有大碍。那我们的警卫跟急诊医护也非常机警的，就是把刀子夺走，然后并且把那个攻击的友人把他压制在地上。代志发生伫咧11号半暝4点半左右，警方调查两个人其实是熟识几多年的好朋友。最近因为管教囡仔的小故起冤家，最后演变成急诊室的暴力事件。警方得到消息赶到位，强制将林姓男子管束。后续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、妨碍安宁秩序、妨害他人身体财产罪嫌上班。本所依据这个社会秩序第63条1项1款，无故携带器械及87条1项1款，加报请一人查处。柯姓男子腹肚的详细行为已经倒转去厝的休困，而且对警方表示，甲对方有20多年的交情，无愿意提告。但是人心惶惶，当众人面头前行凶，后续有缘可能要面对法律的责任。记者张华报道。